混账！此门竟是冰封而成。这不是普通的冰，乃是上古时期便留下了万年寒冰，普通法术只怕难以破开。的确，博轩以前经常会使用一些上古时期的法术，我想里头一定有他的线索。我们想办法打开此门。青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或许他寻到了博轩，一切就会有答案。是博轩，浩志，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仙人，竟然把博轩封印在此？你们二人合力都无法将他解开。天界的确没有，可神界就未必了。此言何意？用你的太仓枪试试。博轩，青墨，不好，这要坍塌了，我们快走！走。何等宵小，竟行苟且之事，还不快给本尊滚出来！八角坤身阵法，天启，不要轻敌。你叫我什么？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吧。这阵法竟有上神之力，究竟何人？本尊看第一眼就知道了，你不会现在才发现吧？我虽看你不惯，但今日咱们若折在这来历不明的宵小手上，当真笑话。不如联手退敌，不知妖神是否愿意？你看不惯我，我还看不惯你呢，还是从前那副臭样子。想让我帮忙，偏生要嘴硬。三师傅，你混账！不是我，神尊，你看错了。